见到上帝是咱对随时的帮助，请陈老师。刘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上帝祝福恁。伫美丽的春天，我感觉非常的幸福。每一早起来，我会当看到足侪花的色。我真爱花吼，我嘛真爱动物。我熟悉着咱社区的一个人，伊邀请我去看伊的花。伊的花毋是日时咧看，伊讲无说我种的花是暗时，拄啊好天在要暗的时阵，你来看上介水。我讲哈，暗时咧看花，毋是停花吗？伊讲毋是。所以我就照伊讲的时间去甲看，有的花伫迄个时阵，日头拄啊落落的时阵，伊的色甲中昼时还是早时咱看真正无共款，迄个色真水。伊甲我分享迄个天要暗才看会到色彩的花。留兄弟姊妹，伫美丽的春天内底，咱安怎受起咱的上帝？我感觉吼，我真歹势。为什么？圣经内底足侪话吼，若迄祝福的话、应允的话，我拢马上背起来，啊，佮家己记条条。像上帝讲，我的恩典够掠你用。啊，我的恩典逐早去换新的，你的欠缺，我一切都要补足。上帝讲，你好胆来我的面头前，我要将我的恩典怜悯，互恁做你随时的帮衬。但是，当我看到遐尼水的花，我想要用一句圣经的话来讹乐上帝。我头仔想足久的呢，我想足久的，有啥物话会当来讹乐遐尼水的春天？我只好感谢上帝。我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你互我看见你的荣耀，你创造的大溃烂。春天的美丽，何况是咱人？上帝随时搁较疼咱，搁较照顾咱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愿、怜悯愿。日日互阮新的恩典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恁。阮要感谢你，伫遐尼好的天气内面，阮三个组织伫遮敬拜你。阮要感谢你，互阮的心看见你的水，看见你的荣耀。恳求主施恩怜悯阮。互阮的心中充满搁较侪感谢讹乐的话语，愿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恁位兄弟姊妹，我捌伫一个无意中的中间，到一个真特别的团体演讲。迄一开始是我互人邀请去一间学校。做演讲，伫迄个演讲了后无偌久，有听见迄个演讲一个老师敲电话，伊邀请我搁去另外一个演讲。我就照伊讲的时间，照伊讲的地址。我甲问讲，你邀请我去演讲是要讲啥物？伊讲吼啊，牧师，你着照伫学校讲的安尼就好。哇，简单啦！照伫学校讲的，迄种故事足侪哦。迄个时阵，我常常
去甲学生演讲，所以迄个故事足济。我就无烦恼，去到遐，我才知影，迄是一个他宗教的团体，迄是一个遐个人百几个人坐伫遐，我毋知为虾米恁的信仰甲我的信仰差遐济，恁会找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来食。迄个会长，伊搁较趣味，伊讲吼，咱即个老师吼，阮孙仔介绍的啦。啊，阮孙仔讲吼，伊讲故事袂歹听啦。啊，来遮吼，才知伊个基督教的啦。啊，无吼，咱今仔日来听一下基督教的上帝啦吼。真正是甲我客气啦吼，然后因就先开会，因好佳在有一段时间，我坐伫边仔安静祈祷，我上帝毋好互我闹开吼，我实在足含慢的，佫足大意的啦吼，汉好大安尼，吼硬着头皮就来，我知影吼，我种软正，但是我知影。你的稳定教育我用，但是我毋知影我要安怎介绍你呢？上帝，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介绍你？伫祈祷了，上帝就互我一寡经节，我就照遐经节的讲道，就准备要去咧啦。当我去的时阵。我甲伊讲，真感谢你，要熟悉阮的上帝吼。阮的上帝是啥款的上帝？我会使甲恁分享啦吼。圣经讲，恁爱认捌上帝，上帝就要互恁平安，也要互恁得到福气。这个平安吼是咧指啥物？这个平安是讲吼，上帝要照。以各种的方法，互人得到平安。咱等者，我会互恁看迄个经节。上帝照各种的方法，互咱得到平安。福气咧，福气是一个生命的圆满。迄个生命的圆满有两项，第一项，上帝会互咱教育的物质生活。第二项，上帝会互你内心有快乐。伫你艰苦的时阵，伊要安慰你；伫你软正的时阵，伊互你快乐。上帝佫引带你一步一步向前，行到伊要祝福你的所在。这就是阮的上帝。好佳在讲到遮的时阵，台下无人去讲话感谢上帝。然后我就甲因讲，我的上帝讲一个小故事，讲伊是啥款的上帝。迄个小故事会使讲是一个小小的比喻。我的上帝讲，看遐有一区。出好酒的葡萄园，这棵出好酒的葡萄园吼，咱的上帝安怎甲伊固守呢？时时刻刻甲伊灌压，甲伊压水，甲伊加添肥料，伊欠啥物货，上帝就来藏落去。然后上帝讲，我暝甲日固守。我无爱互人甲伊损害。上帝讲这个故事，是讲我安怎保护恁。所以我甲伊讲，阮的上帝是时时刻刻知影阮的需要，时时刻刻帮助阮的上帝。所以阮的上帝是阮随时会帮助。弟兄姊妹。咱的上帝是毋是咱随时会帮助？
是无？阿免。上帝真正是咱随时的帮助。伫咱软正的时阵，伊讲我稳定到爷你用啊。伫咱欠亏的时阵，上帝讲我互你一切拢到爷咧。伫咱失志、艰苦心的时阵，咱的上帝讲，我要互你忧伤变快乐，烦恼变喜乐。我要互你对我的恩惠安那满意。中文版讲知足啊！恁兄弟姊妹，要去倒找遐尔好的上帝？我甲迄阵人讲，阮是上帝较好，为什么恁无法度信着？因为上帝讲是伊拣选人的，毋是人拣选伊的。哇！咱兄弟姊妹，咱互上帝拣选，诚做伊的百姓，诚做伊的囝儿，是何等的福气！这是上帝伫以赛亚书第27章第3节所讲的一个小小的譬喻。伊讲我耶和华，我的上帝，你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？就是安尼咧疼恁、帮助恁的上帝。咱的教会已经足久无种草花，因为 COVID 的关系，还是讲草花起大价。但是今年咱发现草花无啥物起价，我就去甲伊经去搬一寡草花转来种。迄改良的放鲜花足水，但是足麻烦的。你一日无甲压水，伊就规个拢倒落去。啊，你甲压落去，伊就徛起来。咱的人生嘛是安尼，人会袂记得甲草啊压花，但是上帝绝对袂记得甲咱管压。你需要啥物，上帝就加添咱啥物。若是安尼，你知影上帝伊安怎帮助恁无？这个上帝是随时帮助咱的上帝。你知影上帝安怎帮助咱？你安怎回应这个上帝的帮助？还是你感觉同款啊？有上帝无上帝拢是同款啊？两兄弟姊妹，你爱会晓去回应上帝对你的帮助。咱知上帝是无空间、无时间限制上帝。上帝伊所要互咱的真趣味哦，伊袂照咱所想的。因为咱所想的，咱想袂到。上帝会照咱上好、上适当的互咱。检查你想，讲哇，上帝看无互我这我爱啥物，但是上帝确实互你另外一个物件。后来你才会知影，哇，上帝互我的是上好的。几年前，我有一个亲戚，伊敲电话来。伊要送咱一个管风琴，咱知影，你捌看过管风琴无？足大座的。伊讲吼，啊，即座算较细座的啦吼。啊，阮公司进入来，进几台入来，啊，我想讲，啊，无来捐一台互恁教会。我甲伊讲，毋通，你互我管风琴。我要囥伫倒？管风琴是足大座的呢，我要囥伫倒？我讲你今日甲我讲这，就好亲像你向阳甲我讲，我送你一台火车，我要去倒？我要安怎驶转来？我要安怎牵转来？火车费1000万，但是伫我看无价值。咱的人生就是安尼。但是咱常常，咱的目睭无法度看到咱的上尾，但上帝徛伫咱的头前，我伫第一日开始，甲上尾是上帝拢总知影。
上帝拢总要好，伊甲你安排换一句，换一句较好了解就是讲，上帝互你的是上界下事的，对无？上帝互咱的一定做下事的。咱兄弟姊妹，若是安尼，我要安怎甲上帝是我生命随时的帮衬，来做一个结合的。人真趣味的，人真够烦恼，人嘛真够爱照你的意思去解决代志，人嘛爱家己感觉家己真够。咱常常甲上帝甲咱讲的话讲，我要做你随时的帮衬，咱常常袂记得即句话。但是安尼，咱要安怎摕到即句，摕到上帝随时的帮衬，咱要甲伊安怎联合起来？咱向日会学生，若是真乖，又认真要读册，也是我感觉这个囡仔，伊的将来，伊会家己造就家己。真侪向日会的囡仔吼，伊是无啥物支持的，伊的生命无人甲伊支持。我常常会甲即种的囡仔带来礼拜堂内底，我甲伊讲吼，圣经讲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。靠车什么意思？有钱啊，阮兜表示伊迄个时代吼，车有钱。马咧，阮兜足侪马，创啥战争爱马啊，所以伊是有权利的人。所以有人靠金钱，有人靠权利，但是圣经教咱，独咱来挖靠啥？挖靠耶和华，咱的上帝。我甲伊讲吼，我讲你为遮出去了后，你无任何的倚靠，靠你咧，要安怎靠你？在国中拄啊毕业的囡仔，要靠你啥物？你要靠上帝。然后我就用一节的圣经互伊。迄节圣经吼，咱拢足熟的。我真爱迄个口语化吼，就是讲读着圣经讲，上帝慈神爱所，我就常常讲，咱来祈祷，互上帝慈神爱所看，甲咱看牢牢，咱莫放弃。但是即句慈神爱所的后壁有一句更较好的话，我真爱甲为遮出去的毕业的囡仔带来教会内底，甲伊祈祷。我用好西阿书互伊看，我就找这个圣经再互恁看吼。这是上帝伊要帮助咱的。好西阿书伊讲，上帝讲，我要用慈神爱所甲恁看掉咧。我对待你们，好像甲如即两个。要互伊无爱食物件的，互伊一直做工课，才甲伊拍开。搁来即句，足侪人足爱听。伊讲：我要甲食物放伫你的面头前。上帝伊用慈神爱所牵咱行，伊毋是安尼尔，伊搁甲食物放伫咱的面头前。互咱会当食饱，勇壮对伊行。上帝保守，上帝帮助咱遐尼全面。我甲迄几个真乖毕业生讲，你靠上帝，上帝用慈神爱所牵你行，然后你毋免烦恼，你搁来生活安怎？上帝会甲食物放伫你的面头前。恁遐尼姊妹。你有相信即句话无？我足相信即句话。上帝甲食物放伫我的面头前。
有一个姊妹，伊翘倒摆入来，然后伊就来遮哭咧，大声哭，伊哭我足大声，等伊哭一站过，我才入来，我甲伊问讲安怎？伊讲无事，我足艰苦。伊讲伊会艰苦，伊讲伊无气力通去祈祷啊。伊过来，伊毋知要安怎祈祷。伊讲我上帝互我遐尼艰苦的日子，我要安怎祈祷？你要遐尼姊妹，伊要安怎祈祷？我讲有，咱来看一个上帝秘密武器，要互你会晓要安怎祈祷。这个秘密武器吼，是伫我破病的时阵，我领悟到的。这个秘密武器吼，足好诶。我讲吼，摩西吼，带迄群百姓要离开埃及的时阵，哇！迄群百姓一直甲伊吵，吼，明明是做奴才，互人带出来，伊即摆到遐无通食，伊就甲摩西吵。摩西就讲：啊，恁去捡玛纳，上帝互伊每一早起拢有玛纳通去捡。玛纳食了先，伊就去甲摩西讲：阮拢无食饱啦。上帝就飞一堆鸟仔尾仔来互因食饱。即摆食饱食了，因就讲：啊，阮拢无食着菜啦，永远拢袂满足。这就是咱啊，咱无共笑。迄就是咱啊！咱对上帝的祝福，咱永远袂满足。我讲摩西面对着这摇把叉的人，摩西实在嘛无气力，搁甲因带落。摩西嘛甲上帝讲：哎哟，你太叫我来带因。但是后来摩西做一祈祷，有上帝啊！你互我拄着偌济艰苦，你着要互我拄着。偌济欢喜，哇！摩西有甲祈祷无？我上帝，你互我5分的痛苦，我要得到5分的欢喜啦。减差我要得到更较济。你讲有吗？牧师，圣经有即种的祈祷吗？有。咱来看吼，这是摩西的祈祷。伊甲上帝讲：求你照着你互我受苦的日子。甲我患难的年岁，互我得到喜乐。伊这原文是讲啥呢？你互我偌济艰苦，你就要互我偌济喜乐。你互我偌济患难的日子，你就要互我偌济平安的日子。这是摩西祈祷。当我艰苦的时阵，我一直用这个祈祷，上帝啊，我较会遐艰苦咧。但是，当我艰苦了，我要爱加倍，我要爱加倍的健康，加倍的喜乐，加倍的平安。这就是上帝允准咱，允准咱千军的，允准咱，互伊成做咱随时的帮助。因为兄弟姊妹，圣经有足济这款的话语，咱来看，人生上无可奈何是啥物？面对生老病死，面对生老病死，特别你有一日发现讲，我较顾袂落蛮草的时阵，迄心肝足郁卒的咧。你著去举一块较细地椅仔来坐，有一日你坐即块细地椅仔你爬袂起，你必须要搁举一块较悬的椅仔来坐。这就是我。有一日，迄个罐头，迄个船开，我船袂开，我提起牧师，牧师，你甲拍开，牧师嘛船袂开。我就讲，咱拢老，我别讲，我拍会开。好，我是拿乌龟波袂开，就是袂开，因为安那年岁到啊，无气力啦。
这是一个足重要，咱必须要认捌到咱家己会无够业。常常圣诞节咧布置的时阵，数即个野楼梯就爬起来，就开始伫遐用。我拢感谢上帝，数即个今年也都爬起来，感谢上帝。生老病死是咱无可避免的。我徛伫遮，我还会记倒一位是啥物人坐，倒一位是迄个兄姐坐，倒一个兄姐对我讲过啥物话，倒一个兄姐甲我共同经验过啥物。但是伊即摆已经拢伫上帝遐。人伫生老病死的时阵，即款的境遇，咱伫心中会产生足侪两者无够的亏难。咱来看上帝安怎甲咱做保证。伊要随时帮助咱，伊讲我随时随时亲自要互恁平安，照着你拄着代志的时间，照着你拄着迄个代志，我要互你平安。第一另外一个翻译本，我真爱吼，迄个翻译本讲，上帝要照伊的方法，互咱得到平安。上帝要照伊的方法，互咱得到平安。自从即句话进入我的生命内底，我感觉我活了真坦然。我勇敢面对我的艰苦，我勇敢面对我艰苦了，我拄着的艰苦，我勇敢面对一个人来离开我。我的妈妈98岁，我若要出来转去阮的故乡，伊拢讲我无爱去。为什么？伊较早足爱去啊？为什么即摆无爱去？因为熟悉的人拢无得咧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人生有足侪无可奈何的代志，上帝是咱啥物随时的帮助。这个帮助是一种的倚靠，不管咱拄着啥物代志，上帝平安一定伫咱的心中。不管咱面对着啥物款的苦难，咱拢有法度为上帝话得到安慰。上帝用足侪方法，互咱去领受着伊的平安。咱嘛有足侪方法，会当安那进入上帝的平安，甲伊的帮助的内面。其中一项就是甲圣经的话放伫咱的心中。不管咱拄着啥物代志，圣经的话就会伫咱的心中，成做咱的快乐，成做咱的安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搁倒转来一开始问咱的，伫遐个美丽的春天内底，你心中有一句阿罗上帝的话无？若是有，咱大声讲出来好无？有人要讲无？啊，遐日水的春天，我要大声来阿罗上帝。若无，转去厝里家己讲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信用圣经内底足侪话，拢会当成为咱的生命口号。就像我讲的讲，上帝互我一切教业，上帝稳定教业我用。上帝互我每一早起好大甲伊的头前，领受伊的啥物稳定怜悯，做我随时的帮助。上帝用伊的慈神爱所看我，佮用正面摆伫我的头前，互我有气力过伊来行。但是这个口号若无真正伫咱的生命活出来，无办法发生作用，你无办法领受到幸福的人生，你无办法得到上帝福气。教会有一个努力，
这个教会最近印3本小册，一本是要主日学背金句，这本金句内底有足侪口语化的背诵，譬如单单一句话，上帝恩典够了我用；譬如单单一句话，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。第2本册是一本的小册子，这本小册子是为去年妇女团契办活动，迄个册子改编的，要互人藏伫咱的袋啊，咱行到倒拢有当摕出来显。还有一本是甲圣经内底圣经组织起来，变做一本册，要送互各位。你若无用，要读圣经，你若无用，通为圣经内底去找，你为迄内底会当找出来真侪对你帮助的话。但愿咱这3本小册，互上帝是咱随时的帮助，成做咱生命的快乐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你听阮，你保护阮，你随时知影阮所欠的是啥物，你相信阮是对阮上好的，祝阮的人生，阮要恳求你的慈神爱所，毋通对阮的身上放掉。阮要恳求主，将你的食物放伫阮的面前，不管是心灵的食物，你的话语，还是物质上真正的食物，主你拢相信阮好食的，互阮食了健康的、有智慧的、有聪明的，互阮食了更较有快乐，跟对主你的脚步。阮来祈祷感谢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